AI 接待員可以做啲咩？如果你揾緊一個識多國語言，好似中文、英文、日文，又可以24小時隨時候命嘅前台接待員，3CX AI 機械人就可以幫你輕鬆搞掂。經過知識庫訓練或者上載 test、PDF 同 Doc 文件嘅訓練之後，佢唔單止熟悉公司嘅基本資料介紹、產品業務範圍同埋人員組織架構，仲可以根據預先設定嘅電話接入規則，好似老員工咁，準確咁將客戶引導去對應嘅團隊。喺安全方面，佢會自動攔截騷擾同詐騙電話，嚴格保護公司內部通訊錄同分機號唔會外泄。而當公司通訊錄有記錄嘅人打入嘅時，佢可以直接識別身份，仲會親切咁稱呼對方。更加特別嘅係，機械人喺轉接電話嘅同時，AI 會即時生成通話摘要，並且推送去軟電話彈屏。員工喺接聽之前就可以透過摘要掌握客戶需求，實現無縫溝通，好快咁進入處理狀態。呢個就係接待員機械人，快啲嚟試下啦！